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陈静美。我今天要介绍一位洪千惠美女，她平常会参加歌唱班唱歌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所有的兴趣都是暂停了。她非常喜欢料理，常常做好吃的美食给家人吃。他家人是非常的幸福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他常常在欢歌 APP 练习歌唱，也因此认识了很多的好朋友，互相学习。今天他来传唱我的主打歌曲《心肝予你讲》，我们一起来欣赏洪千惠的《心肝予你讲》，谢谢。心肝予你食，今生今世无